Sadu, sadu, sadu. Upoi upose. Tiếng lễ bài và xóa lộ cho lễ kinh kiểu cho ý sự sinhแล้วหลัง离开世间แล้ว来出世这个三行我教咗一行来讲这个经อันนั้น讲这是第五日一记顶礼拜我讲啊人若是要断开的点声有出现三行头一行是咱的因果在我的是咱有做了什么物件按这个物件要来带咱要起来出世以后咱出现让咱看到像你若是伫保时你看到你伫保时正你看到回响正你看到你伫看按这个就是伊出现互你看到到你若是看到安尼你是知无贪无嗔无痴你要离开世间你要去好的所在你要放迄甲世间的物件无永远的物件特别你若是去看到啥物啊我伫台这个台有咧台蛇拍蛇死也是台虎台虾咱你伫杀生你看到无好的因果这个要带你去苦的所在了所以记这个头一项对因果按这个是正你做了伊翕相应起来伊叫做 photograph 调伫这边按伊出现的是伊出现互你看按这个出现互你看的是你看人变款了讲话了伊若是讲啊伊伫掠虎招虎啊好事好事好事了你看虾米这个人伫讲话好事好事伊伫用虎去食了伊伫流血所以这个就是出现因果互你看到第二项因果的境界因果的境界就是啥物啊伊管是做的物件伊啥伊管是啥伊保持逐个伊看到迄碗잔伊知讲即个碗잔我家去保持伊看到即个啥讲伊个花的盘还是讲伊个花伊虾米伊知讲即个物件伊定就要拿去保持的所以即个因果的境界出现互伊看到有的人伊看到啥物啊伊个本金啦伊看到伊个钱啦伊看到虾米即个是伊目标的物件到伊看到伊毋是伫做但伊看到即个物件这个本是无好了就是伊要去做恶还是看伊要做好这大伫这边这第二项第三项爱带去出世的所在伊要去到咯伊看到了若是伊要出世第一你看到火大大拍伫烧咱翕照的点声你看伊面青青红红垃圾伊真正惊咱若是讲伊做好伊看到咩红光的厝咱你看到花园啥沙坡这虾米甲你真正水的物件伊叫做 celestial mansion 就是啥讲大间的厝你甲你有这物件就是讲伊要去出世天顶这个三项出现互伊看了第二项我有讲若是狗的人呢要安怎救咱的爸母还是讲咱的公妈安尼伫出现这物件你做囝子也是孙应该你就要顾看伊若是出现无好的目标你应该家己的人你就要抖骹手互伊看好的物件按这个好的物件真正一项我讲对这个滤镜有的人看到好的物件啥物事伊故事伫保时的是翕相应你像伊看到伊牙当盘伊看到迄个物件伊会笑一故事我保时你看所以是看到目睭的目标伊看有的人伊烧香芳的香你毋通去买古树的香伊有当时目睭看到香才等于味到伊会芳伊会芳有当时看来伊知讲有这个介了好的物件人到了有恶要去烧香无伊看到香伊知是好的物件所以咱做亲情应该就要用这个滤镜的目标抖骹手伊有的人爱念经真正好若是讲你念了顺了伊听你真正好听伊的目标是真正好了有的人伊交替怎乱摄只王你看王要断开的点声伊叫伊说去这里坐伫边一头伊叫做日破一头虾米点声你保持虾米点声你做大拍灾
还是路起这个暗，一直直读，用就安尼渐渐好的目标，直直9点声，伊无等就是掂了，就是真好的目标。这个是王，伊人有做安尼的物件。安尼你看，有的人啊，第三我有讲，有的人啊，过个一礼拜要死啊，伊目标出现有了。若是好的物件，伊渐渐讲，安尼这几日啊，咱的厝啊有安只暗光还没来，所以这个是好的目标。特别你看，在这福建的再来一个叫做准大，伊态度安怎？伊了咧拄拔了牙叉拍到规身整了只滚水来烫了，伊讲这个肉甲血掺落去了，另外较好食，所以伊拉骨伊肉真正水，真正拉骨。特别你看伊要死的时啊，拍到咧拄真正凄惨，什么骨质还没。要把你再来，你看伊要断开的点声，你看一礼拜前啊呀，伊第一声啊死卡呢，伫第几间厝，然后再回想听着，不时阵准到啲大态度啊，一礼拜了看门无下，咧在咱父讲，唔是伊态度，伊变度了，伊他那死卡白啲厝，然后你看，伊大张大好啊。伊人砍藤啊，甲砍着门个了，唔敢可以出来。这个就是讲一礼拜前，到伊若是去安尼有真正恶的物件，你摕虾米物件伊卖，安尼虾米说伊的精神，唔是人的精神啊！你看着回声，拄看着回声，本嘛是上甲一只狗看着回声，伊就唔知讲是好物了。安尼你走去死卡白，安尼伊讲话，伊无讲当人话了。伊是讲伊拄的话了，好卡，伊那里啲好安尼，所以伊的mentality，伊这个精神就反落去，这叫做禽兽。啊，得禽兽了，这个人落死，这个无间地嘅，所以这个就是咱嘅在。今日我要说咯，人离开了世间，因阿多是一直要死的点啥？这边人伫要喘了的时啊，到甲最后尾到伊断开，最后尾到会精神，巴黎话是叫绝对之大就是正伊断开了，这点断开的时候，伊就是讲伊死了。咱人的精神啊，未死的时候，我讲落听。讲就是生有化，啊莫话讲 arising static cessation， 生有一个了化，生有化，真正咩弱咩 1 billion times，billion 是啥物啊？1000 million， 1 million 就1 million 是100万刀，这个啊。1000个100万刀，会安尼咩？升华，真正咩？无到一个 second 啊，无到一秒钟啊，不到讲啊，这条经，你若是用逻辑手得呀，1 million 了行。若是讲伊一刀10啊，本是差不多1 million， 还是你一刀开了目睭甲砍呢，本是叫做1 million刀较加。你来想看，渐渐这升华，真正咩？人看袂着，特别佛，伊甲我真正明，伊看着明。一个人若是伫哇的点声，伊生有化，到迄点声要死了的点声，伊精神直无力。你在这个精神啊，要17到一个思想。伊若是看到这个目标3项目标，淡薄讲因果的境界，也是要带你去出世的境界。这个3项，伊若看到迄个物件，咱要做迄个目标，后过伊死了，伊要出世，大致的精神的再来，肯定有了安尼的目标。你看伊来9个点声要断开的点声，先有化，噗，伊无断，伊断了，就断了，伊去到哪？随这边花向边开啊，这边就是讲啊，这边断开，随 immediately 伊出世，
อันที่จะเป็นว่าไปเชื่อ讲啊真正济人一样的信无来ที่เจ้าเก่งว่าหลัง叫เทรวาดาเก่งเทรวาดา叫做南传的เก่งพุทธก็ที่世間的是講安尼款的เก่ง耶穌還未出世這個冊個了有寫了 Before Jesus Christ was born 這個物件有寫在註冊那是一個人斷開伊精神攏總斷開了特別伊這邊有寫這冊有講啊那是一個人相信講這個人若是死了伊個會傾開7點鐘伊個會加減啊未到7點鐘伊個會聽你這邊不得講阮是斷開了伊精神無了你舉報頭睇本未聽今日你來看我有時住老君厝我都甲弄落去卡住了 and then 伊唔知人了我人慢那個有好標了我人就安尼舉到掛and then 伊卡若是歹我人顧個卡slap一到叮當分無迄個個是佇在話咱若是講過死落去人講唔通去當伊會知會聽所以佇這邊啊這個不大聽真正明啊我是斷開啊你講出是生有花這花面是無半行了 and 後面是咱的精神我講有啥這個精神是像一個結安尼and 這個結有幾項這個結有5項and 這個5項是咱講色受想行識伊精神有伊這個伊 feeling 伊感覺有伊思想有 and 伊這個行有but 你這對這個5項做是會對 spontaneously they arise 伊白白起伊白白化伊無講伊這個精神無了阿拉也是慢慢個啲慢慢出這個不大聽真正明這個人咧斷開伊 automatically 斷開了所以這個就是講啊真正濟人相信安尼後過了未到7點鐘你唔通去當伊照這個在啦我都不知什麼聽真正明你按照去做伊無聽無蝦米了and then 嗰一項伊人愛講啊一個人若是死了啊因為講啊伊會使去住佇一個所在因住佇一個所在傾台點聲過了49日伊才去出世有個人較快的是7日伊才去出世7日有個人講唔知上班49日伊才去出世所以這個物件本是照佛經的在來講這邊斷開這邊隨出世徛一直喘一直到這邊斷開呢噗向邊一身出世特別這出世有了4號款這個出世人啊這邊斷開伊若是出世做若是做5鬼噗規身的5鬼變了伊無講出世做5鬼囝了慢慢5鬼的了 youth 青年團了每個 youth 會較大漢了叫做 uncle 的鬼囝叫做阿伯的鬼囝無伊這邊斷開呢這邊伊出世 and then 伊就隨出世這個就是講伊出世做5鬼地獄還是伊出世做妖精妖怪還是伊出世做陽光還是出世做 Brahma 這個假如是這樣一扶起來出世給你看特別人無像這邊戳落去向邊拄好一個 ovum 是查某的厝甲一個查甫的厝到咧點聲這兩個動落去這動落去呢這邊斷開人斷開伊投胎佇向邊了所以你來看今日咱來出世做人啊咱袂記咱前世做啥物因為咱就投胎落去了啊and 這個精神漸漸大啲，這個咱嘅馬會報道10月日才趁出世。你人今日想看，昨暝你食啥物？今日你問你昨暝你食啥物？伊講天台萬隻，我就想，啥物事你就想，袂記了，一暝呀你袂記。特別這個你看10月日你去困覺嘅時啊，所以你真正濟愛袂記這個物件。所以一個人在講啊，伊會天台甲這個7日。還是49日，
这个咱要明白啊，是唔对的事，安怎唔对的事啊？因为那是讲啊，人啊死了，我个会听开，我要去出事下面，我要经好好了，我才来出事。那是有影会安尼啊？你知咱的菩萨，咱的这释迦牟尼佛，伊伫做菩萨的点啥？你会记无几哪道一路失败？有一个伊做王，伊做王啊20年啊，咱伊去话好讲啊，这个人应该死，咱伊塞落去，人掠这个人去斩头。你看伊斩头，尼讲20年会强做王，80年我落地狱。这个经的人看我是讲啊，把菩萨的是人听话，伊家己落地狱，落地狱了未来地狱去了出世做红光，你看地狱去了跳去做红光，红光了来出世做王的囝，就出世做王的囝，伊会记讲，哎呀，我把你地狱起来做红光，红光了要他拿来做人，因为伊是清气的人，伊做唔对了，伊本来就落去。若是讲你阿家，伊是一个菩萨。他们受伊就要来个落地狱来去受苦，伊知讲我走袂过，这个就是讲你无一个力讲会挺开，我要紧。因为他们说啊，正实若是讲你坐先真正深，你看无你无我，无你无我，你慢慢会紧。There is no personality, there is only 名色，名色你一个相顾甲一个精神。假如那是明白安尼啊 ，there is no personality， 无正一个我，甲一个你袂通紧。所以你看伫这边啊，伊若是会紧啊，伊定就买落地狱，伊就讲作凄惨哦，20年的长，我80年我来真正苦，你会叫尾来伊来出事继续会到，你看伊就经话，安怎继续会到16年伊受苦下面，伊继续正会到。这人做伊个麻烦，伊唔甘，伊无讲，啥讲啊？唔敢做呢？伊土司做到尾来，伊谈一个咩？伊谈讲啊，伊爹嘛讲，光你出来去，我去大事，伊嘛无讲，伊阿爸讲掠去大，特别去到大啲山位，伊爬起来就讲，我唔是正会到，我是加到16年。今日我才来出家，所以你看啊，一个人若是讲一个人若是死落去啊，伊精神无，特别咱个精神啊，有了有一个形，照我人的一个德拉瓦达52项的形有，你一粒精神，这精神像一个落地包，这落地包有了5项，有了面粉，有了糖，有了无单叫盐。有了淡薄水气，咱有了淡薄这个肉料，安尼你合落去来做一个包。正包是啥物啊？正是这个5项的形合起来，到5项的形合起来了，这个5项的形，你每睇一项来每看，是我是无？唔是我。特别这个我若是吃落去，真正坎坷。你人若是坐闲，你人家己看着，唔使起久，你坐到差不多2月日还是3月日啊，你会看着正无一个我，到无一个我啊，无人会使讲我人这个可咱会上自私，凡是无我，你无自私了。所以这边来看，若是讲伊一个人啊，伊若去相信就讲啊，我会使紧。我要出世大陆，安尼我们你人不免做好，紧啦，看爱去大陆，特别这个就是咱无关，是最带我去出世大陆，是因果带你出世，因果啊，伊是真正fair啊，无论你是天公，还是你是真正管的红公，伊本照行，所以这边会知。咱一个人这边断开啊，这个叫做主地之道，主地之道的隔壁是啥物啊？叫做八地三地之道，主地之道是死的精神，伊隔壁是啥物啊？来出世的精神，所以这个啊，八地三地之道，这个来出世的精神，甲这个死的精神，两人硬做一个，特别硬做一个，伊人按照分开。
死的精神是大这个老上姑，了来出世的精神，噗，已经出世伫别个所在，险边别个住户别个位。特别一个人讲，哇，你这边就断开了，伊嘛是这个精神嘛，噗飞去别位。这边我要讲，不得车真正明啊。那是这个人，那是死，伊一死了，无物件离开这个老的上姑，去入新的上姑。大地险边无一项物件，大地险边老上姑飞来了，入这个新的上姑。这边断开，伊会拉停，咱险边伊会拉家己 automatically 自动家己浮起来。这个就是讲，这边断开险边成，这边化险边成。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relinking consciousness。relinking 是阿莫话讲啊，接落去，像这个天，如无倒落去，倒落去啊。所以这个叫做 relinking consciousness， 一吸落去，正是即是，正是即是，伊 relink 倒落去。伊 relink 的时啊，无这个上姑的精神。飞来这个新的上姑，这个上姑无物件飞入来啥叫做讲伊伊叫做咱的灵魂飞来这老上姑，入来这新上姑，这个就是叫正是叫 rebirth。特别真正侪人爱用这句话 reincarnate 无像 reincarnate 正是印度教真正相信安尼。reincarnate 啥物啊？这个人若是死了，咚，伊灵魂飞咻，要去出世别个所在。福建的再来，这边就断开了，无物件飞出，无物件飞入，这边咚，这边家己浮起来，因为这个今日讲啊 ，energy 拉来家己这边浮了化。这边个浮起了个化，浮起了个化，浮起了个化，升华，有咩 ？More than a billion times，直到sit那，直到手做安尼，还是直到咧把就捏落去。所以这边咱就要知，这样，假使这个人若是断开的，怎啥是虾米来？是我运。我这边挂了针啊，所以话这边是啥物啊？色受相形色，这老上姑色受相形色，这边色受相形色，噗对了，这边浮起来色受相形色，所以这里这个我运叫做色受相形色，升个化。像个当妈妈讲 ，more than a billion times， 直到了做手安尼样。所以这个啦是叫正 rebirth， 那是灵感呢，就是讲有一个灵魂这边飞了入来至这边。所以正实那是一个人死啊，伊会看到这个精神了，他那这个浮起来这新的上姑，这个新的上姑本是像这个我运。特别这边人会讲，安尼这个这两项嘛是像故事的命，他那这个命像这个叫做我运，这个我快看到。特别你要讲像本唔对，要讲无像本唔对，因为有了这个狗啥狗的狗，这个狗这边一断开，这边一刷落去，因为咱人正咱有大地这世间。咱的生活，正是这个，咱像一个大港安尼，这个大港一直行，安尼过了这个老上姑，伊个一直行，伊去伫新的上姑了，伊是像一个狗安尼，你来看，像在这个狗你来想法，你甲啥个人的讲到，伊大致是马来的点声，你讲，这个是啥物讲啊？伊讲是马来的讲。他等于行个3只手，伊交个个人，虾米讲来？这个人来讲，
咱呢个行去到倒啦，定安里道后面，这直接讲定安里道的讲。Actually, it's the same stream， 相互咧搞啊来，特别搞咧所在，伊人叫伊是马拉会讲，高原会讲，定安里道会讲，咱出去到大海，伊名无了，还没说。伊一位去，搞到这里去大海了的时啊，伊入立团了，你讲的名无了，所以一个人坐船坐到结尾，伊赚着4个罗汉，伊入大港了。佢哋讲高原的讲，是马来的讲，定安里道的讲，拢总无了，拢总入大海了，大海上面是立团了。所以来听团的，让 understand 这个物件是。一个教，咱如来想讲是马来讲个前期，是高原讲个前期，这个 depend on 你伫生活伫做，但是你伫做好，咱如看高是马来讲来到高原，哇，真正清，特别是马来是安怎呢垃圾，但是有当时做头边，有当时是马来真正前期高原真垃圾，伊直直去对咱这个三项，心口意的行动，像故事。心所想，嘴所讲，脚手所做，那是直直清气，你直直好；那是你直直做恶，直直去，你直直失败。咱你要入大港，是真正久的大港。所以这边我们知啊，正是咱的是一个大港来。咱若是讲啊，你到你若是你。这个旧上古无了，你谈着新的上古，本是这个高呢，你无旧上古嘛，哪有这个新的上古？所以是叫做 same stream， 上啊一个江啊呢。咱讲起来看，这个人若是死了，伊放下这个上古，了，他来谈这个新的上古，伊炸虾米来？咱这边咱来想看，伊来出世的时，伊炸虾米物件？伊出世的精神一查来，第二项伊看着名色，名色有，mind and matter 大致险边有，正 mind and matter 合个了拢总是有，特别我吃较有 mind and matter 就是讲名色有了，伊有了肉梅，伊有鱼啊，目睭、鼻孔、喙、脚手望，心所想，伊人叫肉梅有，这个肉梅有了。这个绿莓戳着目标了就感觉起，感觉起了就行动爱出，行动爱出了，伊看着好的就爱，无好的就爱杀，and then 伊这边伊接触了，到伊接触了因果力有了，你看伊要死了，有死过就要继续死，这个因果力是对这个爱。对这个无明白，这个啦才是真正苦。所以讲起来看，那是一个人啊，伊所做的物件，心口意的物件，伊就要去管什么啊？对人心所想，嘴所讲，脚手所做，伊若是讲无贪无性地无妄想，伊所做的物件是清气的物件，离开了世间。伊要去出世，上帝所以是人，落来伊就出世做这个六个阳光的所在，叫做四大金刚、道理天、亚摩天，这个叫道术天、法乐天、甲主宰天，这个甲了叫做7项的快乐的所在，因为伊的心头的行动清气。到伊若是出世安尼了伊个若是正下伊个有坐禅，坐禅上摆伊有入定，伊个趁出世虾米趁出世叫做色界天的阳光，是伊个坐靠较深，伊趁出世无色界天的阳光，无色界天的阳光，伊无上故，伊甲做受想行识，有了这个4项。
你无上句，你这边咱就知。今日我要听一个人伊来出事啊！一到咱来出事啥，淨係佢困起來呢，頭一行啊，你出事來呢，大隻報道你估掉啊，10月日，一個就出事啊，4號款嘅精神浮起來，這個人聽好好，頭一行你就出事來啲賣報道出來呢，後面你看到，目睭先看到鬼啦，看到鬼再看這裡看嗰裡看這裡看咧，所以就 eye object。看到嘅精神成浮起來，這個就是頭一個以來出事嘅這個精神，這個精神就是講帶以來出事，這個精神啊戇戇呆呆個，你看一個囡仔來出事，戇戇呆呆，看特別好，他們屬於好，因為前一次也subconscious mind在來出事是來打 call。細漢啊，伊知講，冇一個人來出事啊，只係出事啊，哈哈哈！我真係快樂咯，我來出事咯，冇半人笑，大人知可。你係咩意思啊？咱嘅前一次買哦，subconscious mind知來出事是來打 call，帶來出事嘅精神。第二款嘅精神咧叫做 life continuum。life continuum 係咩啊？出事了啊！伊戇戇呆呆，萬一困萬一醒，萬一困萬一醒，伊戇戇唔知半行。這個是啥種 life continuum？在我，你追唔知半行。有當時你人坐點啊，你想了你睇，有當時你想啥物你唔知，戇追，這個就是啊唔知嘅精神。所以這是叫做 life continuum，unconscious moment between two thought moments。真正來咯，你唔知，你想啥物你唔知，你戇唔知，這個是叫做 life continuum。這第二款嘅精神行到有，第三號款嘅精神是啥物啊？思想來了，看到這物件，哇，水哦，天無水哦，這個叫做 active consciousness，在嘅精神在，啥物物件一在，這個就是叫做在嘅精神 ，fully conscious。這個第三項嘅精神，第四項嘅精神，交界嘅點聲要離開世間，有時個要談到就地之打要死嘅精神，伊個唔知啥物事啊？伊要離開世間了，你啥物物件？伊看嘅目標就是。對伊要去出事，大陸伊看到，and then伊追，伊要去了。所以這個4號款嘅精神嚟嘅，頭一個精神是帶你來出事，第二個精神伊叫做 life continuum，唔知。第三項 active consciousness，在嘅物件，你知你看到，你知你味到，你知你談到，你知你望到，你知你想到，你知你感覺到，and then 第四你要離開。世間要來個去出事，個要來去死，這個4項啊，你看4號款嘅精神，頭一號款嘅精神是帶你來出事嘅，第二款嘅精神life continuum，第三款嘅精神要離開了世間，這個3號款嘅精神你唔知，咱剩第三呢，第三是叫做在嘅精神啊，你知，咱你知無？喺這邊你看一個人。有地位無地位，你看，你若是可以看物件，可以聽物件，可以味到物件，可以望到物件，伊就看到呢，這個思想17點，到17點啦，伊行到要7點、2點，有時3點，有時4點，有當時個10點，伊唔知嘅精神叫做 life continuum，life continuum 唔知，未過了10點了，伊個就看，個別項，然伊看了，又個摕來，個來想講唔知，個來安尼唔知，แล้ว個來個一個目標個來，這個就是講啊一個人啊，你看，你甲伊講經啊，伊看半知半唔知，你講啥物我唔知，聽了就想做我唔知，伊個精神無安尼插，那是教嘅人嘅話，伊聽你講一句啊，知確定。伊買黑1點，有當時黑2點，
然后如果讲一个在，我知道如果讲一个在，大家行一在，这个10几点才来在，有咩人较大较戆，所以这边人看路。聪明无聪明，这边有些人就讲话，出，你就这，一讲10句，我才听到3句呢呀。什么事都较讲大淡薄，所以这个人你看你讲走，一多张，哎，你看你啊，真是你看，一把酒无呢 ，every moment 你咚，接，后来啊接停10刀，个接个停10刀，他跟我讲大佬。唔知啊！伊讲这这行我垃圾未记，所以这边我不得吃。这个人啊，伊精神在内看，你知是清，伊是聪明的人，无聪明的人。所以这个啊，这个4行渐地安尼啲 replay 呢，啲安尼啲图，安尼啦是咱的命根，安尼啦是咱的命。安尼你知啊？是讲啊，这个人啊。我爱个一行爱好多人知，达到咱要来，咱的 mind 啊有目标，那是目标 ，no object there is no mind。特别你知你伫困的点上，不有目标，啥物目标啊？你伫困，按这个目标不大讲啊。对正事你还未死的时，你去想啥物？迄个物件是你目标。就是啊，今日咱是来出世做人，咱正事都要对开的点声，咱无贪无钱无痴，今日咱来做人，咱再去做禽兽、做鬼、做地狱、做来拢种，伊人的目标对贪钱痴，所以来看我今日咱是咱的目标是清气，咱才贪来出世做人。所以今日你伫困的点声，你看到啥物目标，啊，你看到正你要断开的点声，你无贪，你无钱，你无痴，无正着你去想着啥物啊？好嘢诶，伊想着我去报事，咱伊今日来出世好嘢人，啊，咱你伫困的点声，伊有了这个叫做精神，伊伫报事的精神，啊，有了这个精神，伊有正着伫困。大困不落，伊有了7点会叫做行，咱讲行动，伊有了这个行，凡是有了这个行啊，听到伊有这个物件，按这个行是啥物啊？头一项触着，伊要断开的点声，伊看到了目标，按咱伊叫做感觉。第2项伊感觉有，第3项伊思想有，第4项伊智力伊力有。按第5项，即心强咧心对好咧一个目标；第6项伊命根；第4项伊专心关注咧目标。有了这7点的行，人来出世做人，今日来出世做人。按咱你来看，伫困的点声，我讲你有感觉；有人讲是烦恼，你是啥讲话？困的点声，我搭你有感觉。不到讲你知无？你伫困的点声，有了这7项，因为7项无够力，你就要较加过7项，把你才会知。按这样7项较加才会知。这个7项啊，你来出世的时有了，你伫困的时分有了啥物啊？触着啥物？你目标你要断开。安尼你讲感觉，是话你讲来听，困的时到你有感觉，我讲来听有感觉，你唔知。你是会记无？一般时你做工上线，了你伫倒你伫困了你知啊？你去带着这项物件，你带着想讲你生啊，你啥物带着咧拄你听听了安尼过头听，你感觉有了，啊你会听，但是你唔知，你家己，你趴到对呢，这边无啦，那你个困。啥物事你怕？你讲是你感觉有伫，特别你唔买唔知，做一个人人也不知。咱你看伊这个感觉有，伊啥物大项甲了有，伊思想有，伊观点有。若是伊带落去，若是无爽，若是听，伊本来有家己拍。若是讲伊规上去听，
伊拍去别位，倒落去伊无听。若是有当时咧骹细微水，咱你看你困的时啊，咱你带到这边一听，他边你困的时你唔知，他边慢了久来带上久啦，你家己拍，你无听位，所以这个互你知。学到这物件有这个叫做显有伫，你家己唔知。特别今日落来去困，这个7点的精神直直行。特别一个囝就无点来拍落上句，阿爸起来，阿爸起来。啊，这拍着你功德有了，这功德有了虾米啊？客家7点的精神来啊，一个叫做咩啊？头一道咧心悄悄，互人震动着，你要看，伊叫 initial application， 人动着你，你人动着你啊，你讲唔知个，咪8点啦，你话去看到只目标，我系惊，后尾8点、9点、10点伊接了，9点咩？后尾说，人伊讲，妈妈叫我叫你啊，换了啊，安尼来了，所以你看，伊过了7点啊，伊9点、10点、11点、12点，伊出现，互你知有了。所以这种话，这困的点声，人本有这个精神，按照精神直直行，到落去啊，到你谈了4个罗汉，无了啥物啊？你死了，无过来出世，无过来出世，这个形容中无了。所以你看啊，大家一个人讲就有这个物件，这 rebirth consciousness。这 rebirth consciousness 啊，咱就知啊，今仔来咯，就伊 rebirth 要来带你来出世啊。伊是一个款的精神是买来啊，有听着买都有目标，特别你知无有当时咱要来出世啊，买特别无目标，伊无一个叫做买的目标，买的目标就是像啊，听啊人有的人讲啊 brain。我头壳吹，我有头壳吹，我把你才会晓想。我若无头壳吹，我哪会晓想 ？That is called the material base for mind。像伊人讲啊有，所以今日来看一个人要带来出世啊，这带来出世的精神啊，有的是格格不入呀，伊无买，特别无买了，安怎会来出世啊？这边你看我听你听，一个人头咱平常人头先，平常人伊来这边今日断开。今日嘅这里我按食烧相形式，扑无了。这边原在个有食烧相形式，按这食烧相形式都破开起来，是一个心或一个精神，加一个上固哦 mind and matter。特别有当时啊，因为是因为这仙这个谈到阿鲁巴加纳是叫做无色界天的仙，这个安尼了啊，伊会看到咩？伊去出世啊咩啊，甲4项啊，肖像形式上古无了，所以你看无上古本人会活，咱过去有款的人啊，伊唔甘愿讲这个上古害死我，我有上古我就生cancer，我有上古我就风扇，我有上古我自己甘苦，所以这先这个伊迄到这个上古，伊就迄到这个买咯。伊讲这买害死我，我有买有这个心，我有当时激心，有当时激心啦，有当时我快乐，有当时我真正坎坷就叫啦，这心啦害死我，所以这先迄个这个心3摆存上固，伊来死的时，伊出世，阮你上固呢无买了，这个个是这个咩啊？这先这个谈到4个路毋是。这个死的叫做入定 ，the fourth jhana 叫做rupa jhana。这个安尼了，伊死了的是春香姑娘娘，你香姑娘娘，你家查去哭未破的，未死的，你无心，你去哭安怎样？伊未就是未死未安怎？伊按大啲热久，500个大劫大啲样病。咱到过500个大劫了后，一个思想浮起来，这思想浮起来，噗，伊死了，死了伊个要拍落来到咯，大地险病伊坐甲安尼戆500个大劫了，噗，伊要来出世做人，
还是做红光，是地瓦窝，即叫做玉界地瓦窝。安尼来出事的时，你看，伊做行动，新交易行动，但咱迄个8项的好，会记无8项的好，4项是对5条件，4项对3条件。交易来出事安尼，就是讲啊。伊要来出世做人，真正快乐，真正快乐，还是做红光真正好了。伊无未落地嘅，把你来做人，还是做红光，伊做唔到，有时甲把你个要落地嘅。这边我今日要讲淡薄几句，互人听，要证明讲啊，一个人随死随出世。这边我要讲这样，有人看，大只虎的尖声，一个查某真正水。伊个水啊，伊人叫吉德森来，伊名西里马来。你知啊？迄条个查某，伊人无叫讲歹查某，伊人叫吉德森。想讲啲互人快乐的查某，查某。咱一个查甫要去大甲伊，就一年1000块。大富王才王牌，把你才会看。你看这个查某，伊会真正水。但你有知无？今日咱伊去报喜的时啊，大家就会想讲，今日我人去看西里马的厝啊，伊大家去报喜8回想，咱大家就会想对来讲，哎呀，我大伫这个世界唔捌看到一个查某安尼水，咱这个会想听就讲，哇，安尼水，甲他听了本会感动着伊的心，咱伊想讲，我来会叹气好啦，我要去看这个查某，你看，伊去问迄个人，马仔去，咱人看，伊高叹气，欢喜要去，但马仔伊去的时候，迄个查某好似下晡要死了。你看日头伊去的时啊，伊破病袂行了，你看人查这查某出来，伊查某敢查出来，这查某看到这查某安尼水啊，伊想啥物啊？你破病不落做安尼水，那是一个。水啊，伊不连的进去，吹了不是苦下水，安尼对来想，消失病，未食未困，伊个mắt一个mắt，牙对来伊无食，下伫门窗的边啊，伊常常窜来窜，哎呀，西里马，西里马，爬来爬去，忽然没死，这个查某伊太出名。所以，这个巴西那的王讲忽世尊西里马死，忽多的事，这台湾人再讲这个西里马，这个会上的消息呢。所以人家讲，王这个查某啊，你去下啲一个所在，就问甲你过，唔通互物件来钱来占，还是来讲啊，互这禽兽来食过。所以王就做对呢，叫只问甲你过。你知啦，何时你们来过啊？棒，头一日、第2日、第3日、第4日碰啥？碰大海的呢？你看糖贵的，未来第4日了，我讲啊，差不多会大了，炒干呢，了。嗰啲一等人讲，直接要去看西里马，这个到4日了无食，尿起来，要去看西里马，尿起来，尿起来的时呢，你来看，起来呢就看到隆重糖噶了，咱拍过互人看，1000块人爱无冇人爱，500块爱无人爱，550块无人爱。无女提起无人爱，上女就讲好女淡薄女无人爱，所以不得讲，看啦，我还是1000块，他那上人不能买，咱这个推上直接看了垃圾要拗，咱确定对佢要城市过路行，你看到，所以看我这个查某，你这查某死了，大家去报喜8回上，出事天顶。你来想看，今日来出事天顶嘅想，哇！怎我安尼只爱来出事天顶，你看伊来出事啊，1000嘅线路甲伊行头，1000嘅线路飞落来，他们厝本来，人行讲，唔知我未晓讲，安怎伊来嘅厝本嚟对来啊呢？来落去落来摆好，非常福看嘅人，水8千人看，
安尼虾米事？伊人拍广告，大人就要来看，安尼拢总来看，拢总惊刺激。虾米物件水都看一按安尼，按佛讲经，后头讲经啊，几若千人看一个罗汉，看到这个世间水的物件是无永远，所以人看到。按这个第四集娘娘一直出世做红公啊，伊到底来大致咧想，咱拢总看了红公落来了，有的人看了真啊，了这大波有的毋是做会销，举手摆啦，逐个都知。咱这个会销叫做元义沙，伊讲佛世尊，我会使甲这个红公讲话，不但讲你做你讲，咱问讲你是最最来，你看薛利妈讲，我是迄个上姑，4日呢，伊是先落了，拢来飞落来。所以我要互你看4日呢，伊就会落来了做红公知。所以一个人到伊若是出世做红公，伊会知伊去倒落来出世，虾米时伊来出世，因为伊伫布施百姓会上达日。所以这个是一项你要知者。咱搁一个你知无？这个会上就去提升者，土司者。这个3万伊入定都无听到伊死落去啊！伊actually毋是入定，伊入中了就死落去来出世做红公，安尼出世做红公，你看仙女一穿迄啲天台衣，咱仙女就讲头家来了，达人，咱伊都毋敢开目睭，伊就讲哇，安怎家己阿妈的查某安尼坐，咱伊就讲喂，就讲哇安尼好听。头开目睭看者，开目睭看，伊目睭才知拢总是仙女。安尼你看着伊，佫无在这呐，伊佫毋知是红公，买来一个仙女安怎做，举一个镜喺啲面前，了人甲伊起来看着伊上句，假洗无了，红公衫有了，安尼你目睭才知仙女。你话水，这水死响边水出世，安尼伊走来找佛世尊。那我要来接仙，我要离开这个查某摊啊！这查某对我条条安怎做啊？我都无谈过半项。咱不了才讲经，噗一谈一个罗汉。所以你看，搁一项我要讲你听，搁一条故事，到底无么？一个查某日暝点收累，伊大部人可以常讲，我才做5块银，尼就自己哎呀1块收做虾米啊？伊要互伊囝做会销。咱ลูก仔就可以驚做會上，特別大部人搞白鳥，所以特別收1塊。特別有自己啲破命，伊要死嘅時想啥物啊？伊是好嘅查某，特別人要去想，哎呀，我係一桶嘅淚大點，明明好驚，女仔執着落去咯，噗，就是做餓鬼，你做餓鬼大啲得咯，大啲嘅厝，你看到人就好。阿媽喂，起來接你啦！阿媽喂，是話我來看你，安怎你無甲伊講話啦？阿媽喂，安尼你看你好，咱你看伊去做鬼嘅，點解講？我嘅點解無人睬我？他那死了，真係叫我來看，叫我來講話，叫我下面樣連睬都無，所以看伊來出世做餓鬼。但伊是做好嘅查某，咱怎去出世做餓鬼？伊去想到佢哋累 ，last minute attachment 我係叫，所以安怎做？出世做餓鬼，你上升，人上升，伊本上升，伊上升就是伊家己，伊觀察去，伊啲行喺後尾，伊知，伊講過橋袂使，咱阿咪是只查某有看着咁冇當人精，所以嗱過橋你知人橋個掂嗰啲，我袂曉講啦，個有隻家，個有銀紙啦，是話喏，互你過橋啦，互你過浪當平安啦，來掂一個落去。所以唔敢過咧講就，唔敢過咧講，天台了人去觀察坐船過了去帶了伊neighbor對來啊，伊看見neighbor對來，伊爬去neighbor吉只厝邊嘅人去大啲伊卡車尾，伊對neighbor對來，伊倒睇咧neighbor嘅波，安尼尾來伊來做教員，安尼伊出時水教員落去伊大部人做这个像政府工真啊大工，所以后头咧呐，伊会记甲了，伊写个故事甲了，即我会叫我故事个故事，伊写出来。你人带去个故事个厝，伊看到伊个布伊虾米衫，甲了伊看伊认着，所以这边看随死伊随出世做餓鬼。咱若是讲咱来想看这个，若是一个人会使见啊，
เขาสัตว์เป็นเอาเก่งแต่ไม่รู้ความอีชิ้นยาเจอีสิบไปอีโลเตเกอันอีชุดสีโจเฉียวอีชุดสีโจเหลงอีชุดสีโจเจเลหล่อทุนอีชุดสีโจคออีชุดสีโจไลออนอีชุดสีชิ้นยาเจหัง就是安尼哈密事，安尼袂紧，到袂紧落去了，是因果带落去出事，唔是讲你家己的主意的出事。所以我到这边一点钟，后个礼拜我刷落 ，this will be the last 这个一个所以咱回向，上多念一当明日的南河都，สุขิตาหนตุญญาเตโยIdang menyati nang hutu Sukitang huntunya tayo Idang menyati nang hutu Sukitang huntunya tayo Ita wakta ch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sadhu,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ต้องจิตลองจ้องเพลงเอา